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拍面送工店，伫台南市的后壁区已经将近有200年的历史了。最近社区摕到水土保持局补助的经费，伫庄仔头来打造着217公尺的壁道，设计着各种送工店的意象图案，要甲拍面送工这个真有特色的文化保存落来。 进入社区内，看到红砖仔壁有拍面送工的图甲解说。因为这个拍面送工伫后壁区已经有100多年历史，社区为着要保存文化，得到水保局的补助，将送工店的图搭伫围墙啊。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、具体的呈现在各位眼前，看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。这个过程呢，其实非常不容易。 这个壁面有200多公尺，有各种无同款的人物甲武阵的动作，边仔阁有解说。这嘛是全台湾头一条解说送工店的路，每一件作品拢真逼真。所以，阮把展示阮送工的文化，展示在阮的顶层社区。顶层社区希望讲咱的乡亲会使去了解送工店的由来甲历史，将这个在地特色甲文化继续发扬光大，传承落去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